年2025年嘅5月10號，新版嘅婚姻登記條例咧正式實行，結婚同埋離婚咧唔再需要戶口簿，你只需要帶一個身份證去民政局就可以領到證噶啦。咁呢啲咁快捷嘅婚姻手續對我哋係有好處定係對我哋冇好處嘅呢？過去嘅婚姻結婚嘅時候咧，登記一定要帶埋個戶口簿，因為戶口簿咧唔單止係一份資料，更係一次咧必須開口嘅情感確認。尤其對好多女性嚟講，戶口簿咧係一次再次謹慎嘅深思熟慮。你要結婚咧就要問父母去攞戶口簿，攞戶口簿咧父母就會再次問你，你係咪真係諗清諗楚噶？你係咪真係諗清楚要同佢走落去噶？其實戶口簿咧相當於就係一個最後嘅防線，攞住戶口簿咧就係提醒你，結婚咧唔係一種衝動，結婚咧係一種承諾嚟嘅。但係新規實行咗之後咧，你個乖乖女返學啊，點知就同埋一個黃毛走咗去結婚，仲俾搞大咗個肚。作為父母嘅你咧，仲柒懵懵，乜柒都唔知，或者係有啲專業嘅撈女，即係拜金女，專職咧係借結婚嚟彩禮嘅，即係禮金。以前結婚用戶口簿啊，一睇佢咧就知道佢係咪單身，係咪結過婚，係咪離過婚。如果依家唔使戶口簿嘅，今日咧就同賣魚強結婚，攞咗人嘅禮金，一個月後離婚，隔個月咧又同豬肉人結婚，又至收咗人嘅禮金，一年結鳩幾次婚，你乜柒都唔使做，一年齋結婚咧都可以賺100幾十萬。嗱，呢啲咧相當於就係分詐啦。所以啊，嗰啲專家整埋呢啲咁嘅嘢出嚟係為咗咩呢？就係想你啲人結婚，你啲人結婚咧就會自然想買樓，你啲人結婚咧自然就會去生仔，人口就係生產力。但係嗰啲專家咧永遠都唔提，點解嗰啲後生唔願意去結婚？咁佢唔知咩？佢知道，咁係咩啊？樓價貴，讀書貴，養細路仔貴，佢咪喺呢啲方面咧幫你啲人去解決問題，減少壓力，而係成日諗埋晒嗰啲屎橋，死手揦住嚿錢唔俾你哋。咁大家覺得咁樣促進人口行唔行得通呢？